我们了解说，那个啊，我们看不到的前因后果啊，是严重的，然后我们看得到的安尼俩，就是只有这样，他们很可怜，可是他们很得悟的时候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很可怜，他们很可恶的时候，或者就讲，因为啊，或者小时候啊，有跟外省人接触，他说婴儿，他们日本人到中国大陆抓到我们那个婴儿啊，抛到空中，然后用那个枪的刺刀去接那一个婴儿。可不，然后那个看到那个妇人，就是年岁大的女人她把那个生殖器用手拍打，让它肿起来才强暴。强暴以后，用刺刀一样插进她的生殖器，可不可恶？所以或者那个时候说，怎么有这样的日本人？被海啸，那个时候也一直在想，之前先我都有新闻，他说日本人下西山，那我在想说，怎么这么久都还没下西山？出现的，你都还唔知咧。还有吗？还有12分钟，好，请说。